灣仔堅尼地道樹下發現無頭屍啊，突發啊！聽講話呢個新聞咧係咩人嚟嘅咧？係一個美籍嘅鬼佬啊，跳樓死嘅。美籍嘅鬼佬跳樓死嘅。啊，當然啦，咁閪恐怖嗰啲嘢，啱唔啱？嗯，但係我哋其實咧係好多悲劇啊都可以咧避免嘅。我成日都講嘅，因為香港地方細啊，當然啦，每個國家每個地區咧都有呢種悲劇嘅新聞啊，只不過香港地方細，都係集中喺嗰幾百平方嗰度啊，幾百萬人集中喺嗰個地方嗰度，咁咪個個都發生啲小事都當大事啊！只不過係好多時候咧，嗱，我哋睇過我哋喺師傅在線咧，成日都講過呢啲悲劇啦，比如阿伯死咗好耐啦，都冇人知啊！老豆老母啊，殺死自己啲仔女啊，啲仔女殺死自己老豆老母啊，跳樓死啊，等等等等呢啲啊，比如早一排 TVB 嗰個又跳樓死啊，係咪先啊？其實好多時候每個人都有壓力啊，比如係個早幾年地鐵阿伯咁啊嘛，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啊，個個都有壓力，只不過係你啲壓力你應該點樣去舒緩咧？呢個好緊要嘅，所以咧點去舒緩壓力咧？多行下公園啊，真係嘅。你屋苑附近有咩公園嘅？你得佢大公園、細公園都去行下啦。就算係遠啲嘅，搭部地鐵，香港有幾大啫？搭部地鐵行下公園咪得咯。比如話尖沙咀嘅九龍公園，其實個好好嘅地方嚟噶。第一個，尖沙咀嘅九龍公園咧，就喺香港最重要嘅一條龍脈上邊。哇！你喺龍脈上邊行嚟行去，咪吸下啲龍脈嘅靈氣咯。而且九龍公園咧真係山清水秀嘅喎，大佬好睇到不得了嘅喎，又有龍脈嘅氣，又山清水秀，你點解唔行下咧？你搞到依家，我有時咧冇嘢做咧，我都會行下九龍公園，特別禮拜六日，哇！搞到全部都係嗰啲菲傭賓妹，我哋叫賓妹，你叫菲傭，全部都係嗰啲人喺嗰度唱歌跳舞，瞓喺度食嘢。變成咗我喺嗰度行，我作為個中國人喺度行得成為隻另類而且真係阻塞交通喎。我都行唔喐啊，有時候又或者荔枝角嘅荔枝角嗰個咩嗰個咩花園荔枝角嗰度都有個美孚新村嗰個公園，嗰個公園又喺龍脈上噶，只不過龍脈咧係填海填出嚟。但係確實咧，嗰度又係風水好好嘅，多行下公園咧，多行下公園咧，好多地方行噶嘛，點解唔去行嘅？咁好多時候咧，你又想睇公園喺邊度咧？其實奇門遁甲都有睇嘅。一般林夕湖咧，就係高檔嘅地方，即係話你屋企如果起咗個盤咧。西南邊林夕湖就係比較高檔嘅地方，臨騰蛇咧燈光比較多嘅地方，燈光比較多嘅地方，往往咧臨太陰咧就係一個公園嚟噶啦，臨太陰咧都係個公園嚟噶啦，臨九地咧都可以當係一個公園，臨太陰咧就植物比較多啦。臨九地咧，一般地勢比較低洼啦，咁地勢比較低洼，一般係靠海邊啦，靠湖邊咧，所以呢啲都係好地方嚟嘅。所以你哋有時咧唔知道屋企邊度好玩起個盤睇啦。臨太陰、臨九地嘅你都可以行下嘅，嗰度肯定係舒服啲嘅。大公園、細公園都 OK 噶嘛。我喺東莞咧，我都見到人哋啲口袋嘅 Pocket Park，Pocket。Pocket Pocket Park， 即係口袋公園，好細嘅啫，得4張石凳擺喺度，有幾棵樹都係公園嘅，都唔 OK 噶，冇問題嘅。咁細都係個公園，起碼有個人喺度唞下有樹有陰喺度唞下，望下啲車來車往望下啲行人喺度過街
都係一種放鬆嘅方法啊。